大家好，我係 PS 皮亞斯，歡迎大家收睇今日嘅美股3分鐘。中意呢個內容，記得俾 like 同 subscribe。琴晚美國時間2025年6月22號 ，Tesla 終於推出咗佢哋嘅 Robotaxi 無人車服務。老實講，我都等咗好耐啊！琴晚瞓覺之前呢，仲刷新 X 平台，想睇下有冇人出咗搭 Robotaxi 嘅實拍片。終於半夜已經有啲美國用家上傳咗實測。Elon Musk 嘅自己都喺 X 平台上面轉發咗一啲推文，仲話 You wouldn't drive a car， 大家都唔使揸車啦，真係一個新紀元嘅開始。咁今次 Robotaxi 啱啱上線第一日，其實有啲收費消息都好有趣啊！暫時淨係收一個象徵性固定收費。Elon 話每程就收4蚊2美金，唔理你搭幾耐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呢個只係試運營期間嘅收費。Tesla 想測試下自己個 App 收費系統啱唔啱用，實際將來點收錢，仲要等官方再公佈。講返體驗 Robotaxi 流程，依家用戶都要收到邀請先可以 download 個 Tesla Robotaxi App， 未邀請就唔得。App 內界面好簡單，寫住你嘅行程記錄、付款、數據分享、客戶服務同埋隱私安全。而今次喺奧斯丁運營有地理圍欄，即係講你只能喺指定區域叫車。而家範圍比 Google 嘅 Waymo 細啲，用 App 可以一 click 選地點， App 自動建議目的地同計算時間同行程收費，體驗都幾流暢。咁而家新款 Robotaxi 呢，用緊新 Model Y 設計，後邊一次得2個人坐，中間有個觸控螢幕，乘客可以 start ride， 影埋行程資訊，仲可以調校溫度、聽歌、睇 YouTube， 啲喜好仲同手機資料同步，幾貼心。安全方面，副駕會有位安全員坐住，主駕位完全冇人，坐後邊有2位乘客，暫時未接受小費，算係嘥炒一下美國小費文化啦。值得一提，見到有張 Tesla 後台管理車隊嘅照片，後台有 heat map 睇分佈，有即時車內鏡頭畫面監控，咁所以估計第一日出咗大約20架車，朝早6點至午夜都可以用，暫時唔可以去機場。成個 Robotaxi 體驗呢，老實話我覺得係預期內，但係當見到真係有人用到嘅時候，都冇辦法唔興奮。今日早盤我都即刻加咗50股 Tesla 貨，都算見證咗 Tesla 一個新里程碑。再同大家睇埋競爭對手 Google 嘅 Waymo 過去幾年發展其實好慢啊，依家全美國4個城市只係得1500架左右，每星期服務25萬次 trip， 舊年全年就做咗400萬個 trip， 總運營範圍500平方英里。對比起嚟呢， Tesla 只要喺奧斯丁一個城市落到2000架 Robotaxi 呢，就可以全面追過 Waymo， 因為而家奧斯丁嘅普通 Taxi 已經有5000架，分到一個城市做唔難嘅。Waymo 嘅車經濟效益唔差，一架車每日平均可以街單20次，單次里程約10英里。不過大問題係 Waymo 嘅車成本勁高，加上擴張好慢，冇辦法快速壓倒對手。講返做 Tesla 啦，投資者應該關心啲咩指標啊？皮亞斯總結咗10大要緊數據同未來關鍵點。首先要睇初期單位經濟，譬如平均每英里收1蚊2毫美金，每架車每日做到18單，然後就要睇幾耐先超越 Waymo， 過2000架車幾個月內做唔做到？如果做到 ，Tesla 就真正成為 Robotaxi 龍頭。得咗經濟效益，規模夠大之後，要再追蹤規模可唔可以繼續大爆發？要留意美國唔同城市有冇政策直接限制你加幾多架車，但奧斯丁就冇，純粹睇市場需求推動。咁之後可以用奧斯丁嘅 Robotaxi 密度、人口、面積推算出美國其他城市可以落幾多架 Robotaxi， 計到個大圍市佔率同電動車營運上限。至於商業模式層面都好關鍵。未來會唔會容許私人車主加入 Robotaxi 呢個車隊？如果真正開放，第時 Tesla 抽幾多分成都係收入大躍進。咁而且呢，即係 Cybercab 呢，到時呢加埋落呢個 Robotaxi 嘅車隊嘅量產推市呢，起碼2026年頭左右呢就會見分曉。咁啊，最後呢，大家最關心就係盈利能力啦。皮亞斯用自己個模型計過啦。如果 Tesla 未來年投放2萬架 Robotaxi， 對現有盈利淨增長大約只係10%， 5萬架盈利升20%， 10萬架話咁快可以提升到接近而家盈利一半水準啦。咁對股價呢，起碼唔會即刻升3倍5倍，但係能夠慢慢見到 Robotaxi 業務逐步為 Tesla 帶嚟真金白銀。成個框架重點總結，作為 Tesla 投資者，皮亞斯主張耐心，一步一步 check 實 KPI 數據，
電動車 Robotaxi 真係要時間爆發，唔需要冇腦炒高，有耐性，有數據，遲早會做到股價真正受惠新業務大潮嘅。多謝你同我皮亞斯一齊 update 完最新嘅投資熱點，記得訂閱同撳埋個鐘仔，聽日見面。